揭秘三角化关系，家庭中隐形的第三者。在现代家庭中，许多孩子无意中被卷入了成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，成为了第三者，不是指外遇的第三者，而是指三角化关系中的第三方。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父母之间的矛盾中，孩子成为了成人情感和权力斗争的工具。本文将深入探讨三角化关系的本质、发生原因以及如何应对，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家庭动态，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。什么是三角化？三角化是一种心理学概念，用来描述在双方关系中引入第三方，以缓解或掩盖原有矛盾和张力的现象。在家庭中，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于父母之间的冲突。举例来说，当夫妻之间发生争执时，他们可能会将孩子卷入其中，利用孩子来表达或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。三角化关系也可能出现在职场和友谊中，但家庭中的影响尤为深远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和心理健康。在这种关系中，第三方可以是另一个人、物品，甚至是一件事。例如，在夫妻争吵时，孩子常常被用来作为情感的发泄对象或用来传递信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孩子不仅要承担父母的情感负担，还可能被迫站在某一方，进一步加剧家庭中的矛盾和张力。三角化如何发生？三角化的形成通常与家庭内部的沟通和情感处理方式有关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三角化情境：父母无法有效沟通，当父母之间的沟通不畅时，孩子往往被卷入其中。举例来说，父母在争执时，可能会把孩子当作情感的发泄对象。母亲可能会向孩子抱怨父亲的种种缺点，这使得孩子不得不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，甚至被迫支持某一方。这种情况不仅使孩子承担了不应有的责任，还使家庭关系更加紧张。丧偶式育儿。丧偶式育儿指的是在家庭中，一方成为主要的养育者，而另一方几乎不参与育儿。这种情况下，主要的养育者可能会把对另一方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，将孩子视为情感的依托和支持者。这样，孩子就被迫承担了不应该由他们负担的责任，并且在情感上变得过于依赖。父母的情感和经济问题。当父母之间的情感问题与经济问题结合时，孩子往往会被卷入其中。例如，父母之间的经济分歧可能会使孩子在寻求经济支持时陷入困境，或者使孩子在父母的经济争执中成为中间人。这样，孩子不仅要承担情感上的负担，还可能被迫面对经济压力。为什么会发生三角化？三角化的发生通常与家庭内部的界限模糊和角色混淆有关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原因：界限模糊的家庭。在一些家庭中，父母之间的界限不够清晰，孩子被迫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。例如，孩子可能会感到需要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，这使得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感到困惑和焦虑。界限模糊使得孩子的角色和感受被混淆，进而使他们陷入三角化的困境。助人心态。一些孩子可能因为想要帮助父母而陷入三角化关系。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父母的关系，或者担心如果自己不参与，就会造成更大的冲突。这种助人心态使得孩子不敢离开这段关系，甚至会加剧家庭中的矛盾。父母的情感处理方式。父母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不满转嫁到孩子身上，这往往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更健康的情感处理方式。父母可能会通过孩子来寻求支持或发泄情感，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孩子承担了不应有的责任。如何应对三角化？
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三角化关系，以下几种策略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：一、保持对三角化的敏感，意识到自己被三角化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了解三角化的本质和影响，能帮助你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，并做出相应的调整。二、学会课题分离。课题分离是一种将自己的问题与他人的问题区分开来的技巧。当你感受到自己被卷入父母的冲突时，尝试保持情感上的距离，不要让他们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情感和心理状态。三、清晰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向父母清晰地表达你的感受和立场，告诉他们他们的问题需要自己去解决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给父母一个机会去面对和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四、训练拒绝的能力。学会拒绝是不容易的，但它是建立健康家庭关系的重要步骤。当你感到自己被迫参与父母的冲突时，学会适当的拒绝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。五、给予父母成长的空间。父母需要时间和空间去面对和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作为孩子，虽然你希望帮助他们，但给他们成长和改善的机会更为重要。过度的介入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。结语：在家庭中，孩子经常被卷入父母的情感和冲突中，成为三角化关系中的第三者。了解三角化的本质和发生原因，有助于你更好地应对这种现象，保护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健康。希望本文能帮助你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，减少对自己的责怪，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。家庭关系的改善需要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，但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，不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情感负担中。